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哦，山是安怎熊熊喷火？火山敢是会喷火的山？乐乐，其实台湾嘛有火山哦，只要捌伊都袂惊吓咯。敢真实的？台湾的火山伫倒位？行，我带你去一个所在。哇，这足侪树仔呢！这是幽冥山国家公园游客中心。乐乐，咱做伙入去。哦，这有一粒山。Hello， 乐乐，我是火山阿公，欢迎你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，而且你会当了解大屯火山群的故事哦。火山阿公你好，阿姊讲台湾嘛有火山，你敢知影台湾的火山伫倒？若要讲到火山，就要先对地球的板块讲起咯。板块是啥物咧？感觉鸡肉钱同款，听起来真好食。乐乐巴肚甘枵啊！咱地球的表面其实是一块一块板块甲斗起来的，就甲斗图同款。地球原本是一块完整的板块，不过经过真长的时间了后，分裂做几粒地。安尼，这个板块甲火山有啥物关系咧？火山通常会出现伫板块的交界，根据板块相前也是分离，会有无同的火山类型。台湾拄啊好就伫板块的交界，因为安尼伫台湾咱嘛看会到火山哦。安尼，伫你身躯顶的红线是啥？乐乐，这个线代表对火山口流出来的岩浆哦。火山是安怎会有岩浆流出来？因为地球的内底足烧足烧，所以部分的岩石拢扬起啊，变做岩浆。咱会当甲地球比做一粒生鸡卵，地壳就亲像鸡卵的卵壳，岩浆就亲像鸡卵的卵白，会伫地球的内部流动。火山爆发的时，就亲像卵壳破一孔，卵白一个啊，就会对洞口流出来。地球内部的岩浆嘛是安尼哦。哦，安尼岩浆是毋是真烧咧？敢有比煮滚的烧水搁较烧？唔那咧，岩浆超过700度，甚至有可能到1000度哦，比烧水烧滚啊倍。哇，岩浆这么烧哦，无怪连大石头拢会扬起。这是啥物声？有地动！火山阿公，这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乐乐，免惊，这是某日火山爆发的时会发生的模样哦。你甲看，伫火山爆发的时，火山边仔的气体会变济，你阁会听到轰隆轰隆的声，甚至阁有地动。乐乐爱说你徛好在哦。火山阿公，是安怎火山爆发会有地动咧？咱拄则讲，火山爆发就亲像鸡卵有一个破孔，安尼岩浆要对火山口流出来的时阵，因为内部压力真大，除了对洞口流出来以外，也未流出来的岩浆，嘛会冲击地球的地壳表面，造成地表剧烈震动哦。安尼火山爆发的时阵，咱来避较远咧，才安全呢。无毋对，乐乐即马已经学会晓火山是安怎形成的啊。火山阿哥，你还未甲我讲台湾的火山伫倒呢？台湾的火山就伫你即马徛的所在，就是阳明山哦。哇，这个山足水耶，阁有鸟仔咧飞呢。今
仔日阁会当看到对面的山。乐乐，你即马看到的都是大屯火山群。大屯火山群，咱敢毋是伫幽冥山？大屯火山群就伫阳明山国家公园内底。会叫群，是因为遮毋若一座火山哦。哦，我知啊。老师讲，华语的一群人是讲真济人的意思。安尼，火山群也是真济火山的意思。无毋对，大屯火山群是有20几座火山哦。其中，咱较定听到的，亲像是七彩山、西帽山，拢属于大屯火山群。因最近一届喷发的时间是到达5000至6000年前，所以互人分类做活火山。活火山，迄是啥？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约看卖，活火山是啥物意思咧？1. 会讲话的火山。2. 会移动的火山。3. 最近有活动的火山。答案是3，活火山就是最近阁有活动的火山哦。你的答案敢有正确？火山会照伊最近一届喷发时间，阁有伊下骹的岩浆库是毋是阁咧活动来分类哦。拢总分做3种：活火山、歇火山、甲死火山。活火山是伫1万年来喷发过。也是有地下岩浆库存在，而且搁咧活动，是脆弱的火山哦。也若死火山是地下岩浆库已经无存在，而且1万年来无喷发过的火山哦。另外，歇火山是讲当咧休困的火山，伊无咧活动，但是地下也是有岩浆库。毋过，因为歇火山真歹分别，所以即马科学家真少咧讲歇火山哦。哇！原来火山分做遮尔侪种，爱看1万年来敢有喷发过。火山敢会当活遮尔久？火山的生命周期真长哦，咱人的火寿是100年左右，火山的火寿会当到几啊百万年哦。哦 ，Hello， 遮有火山，真危险哦，赶紧倒去处理哦。乐乐，你即摆咧创啥？因为遮有活火山，万不幸若爆发，敢会真危险，所以我叫大家紧逃生啊！乐乐莫烦恼，因为火山爆发无像地动，火山伫爆发进前，咱是会当预测到的。这就是咱阳明山大屯火山地区的观测站，会当记录由火山所造成的地动活动，甲地壳变形哦。这粒圆圆的球足酷，这敢是用来观测地动的？迄粒球是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天线，会当即时接收信号哦。则有3种感测仪器，会当观测火山逐天的变化哦。原来是安尼，安尼大家就免惊火山爆发啦。是啊，乐乐你敢知？阳明山有一个所在，佫会当看到关于火山的特征哦，是其他的山无的。伫倒位？我想要去看。就伫附近，我带你过去。乐乐，咱即马到小游溪桥啊！哇，这就水的呢！对啊，这就水的，真侪人会来这翕相。边仔这座桥就是小游溪桥哦。是安怎叫小游溪咧？亲爱的小朋友，做伙甲乐乐来约看卖小游溪的号名原因。1. 因为遮有支签。2. 因为遮有硫磺。3. 因为遮有石油。答案是2。小游溪名的由来是因为这个所在出硫磺。较早的人采硫了后需要煮硫，硫磺油起了后，就亲像油同款黄黄。所以出产这种黄油的溪，就叫油溪。遮哪会有遮侪烟走出来？臭臭，是毋是
是火山阿公偷放屁。是啥人咧讲我偷放屁哈？哈，去互火山阿公听到啊！乐乐，你详细看遮的壳啊，烟是对遮的喷气孔内底走出来哦。有影呢，遮喷气孔足济。喷气孔是我身躯顶用来喘气的孔，烟是我身体内底的小气。你闻起来的臭臭，亲像鸡卵臭气的味，是因为这喷出来的气内底有硫化氢。放屁的臭臭，嘛是因为内底有硫化氢的成分哦。这有硫的气体到洞口的时，因为温度比内底较低，所以会伫洞口成做黄色的结晶体，看起来黄。小朋友来到这爱细腻哦，这的气体温度拢真悬，而且边仔的石头拢较会落落去，爱非常注意哦。好，我会注意，莫下过栏杆。乐乐，你敢知？恁人类拢真惊火山爆发，但是其实火山真有路用哦。你敢要看卖火山对人类有啥物作用？一、产生温泉；二、产生宝石；三、以上拢是。答案是三，以上拢是哦。伫火山的喷发物仔内底，可能会找到珍贵的矿物，亲像两白石、乌窑石、玛瑙。另外，岩浆散发出来的热度会致使地下水变小，成做温泉，所以有火山的所在，较会出温泉。温泉？哇，我介意浸温泉。原来有火山的所在，就会当浸温泉。唔是每一个有火山的所在，拢会当浸温泉哦。像遮的喷气孔就袂使，温度伤悬啊啦。乐乐，你敢知影遮的温度是几度？我哟，有100度。啊，迄边有一个解说志工，你请伊替你解答。阿公要来困中昼咯。乐乐，你好，我是遮的解说志工。志工阿伯好，拄则火山阿公请我问你，这喷气孔的水是几度？哦，乐乐，咱即马做伙来用度针，量一下这喷气孔的温度。乐乐，即马的温度非常悬，有96.5度，所以小朋友来参观小油坑的喷气孔的时，会记得爱保持距离，较安全。哇，温度真正足悬呢！咱除了这个喷气孔的温度以外，要知影这个喷气孔的水是靠我酸性的，也是碱性的，咱会当用公用湿纸来测一下。好啊。好，咱来测一下这个水的酸碱度。哦，这个公用湿纸已经变做深黄色啊！咱会当直接对照这个表，那公用试纸的色水较接近红色，安尼就代表伊是我酸性；若是靠我正平的色水，代表伊是我碱性的。咱会当看到色水较黄，表示这是高温瓦酸的环境，酸会加肉，卡到皮肤会受伤哦。这个实验真正足趣味，原来喷气孔附近的水是较我酸性，多谢志工阿伯。乐乐，今日咱学到真侪关于火山的知识，你敢有搁较认捌台湾的火山？有啊，今仔日真正足好耍诶！我即马才知影，火山是因为板块活动产生的。火山爆发的时，有可能会产生地动，搁有火山其实袂恐怖，而且对人类嘛真有路用哦。有火山的所在，嘛较会产生温泉，真正足神奇的呢。无毋对，除了咱台湾的阳明山国家公园，世界上阁有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、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、意大利的威索威国家公园，这三个用火山做特色的国家公园哦。
其中夏威夷阁是世界上出名的火山岛哦。哇，原来世界上阁有遮侪火山型国家公园，以后我嘛要去其他国家的火山探险。小朋友，你敢有去过幽冥山？你敢有看过火山阿公的喷气孔？欢迎寄批到乐乐批箱，甲我分享哦。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，这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亲子天下 shopping 买物件优惠哦。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莫忘记你订我的频道哦。